本港股市上週五我哋係假期休市，今日一並反映環球悲觀嘅投資情緒，跌咗超過3000點，全日成交係6200億元。儘管如此，我哋嘅港匯係非常之強勁，香港金融體系仍然係相當穩健，交易係暢順有秩序咁進行。未有發現任何對香港市場造成系統性影響嘅唔正常嘅行為。港元喺聯繫匯率制度之下繼續保持穩定，港元對美元繼續處於強方，貨幣市場運作係正常。特區政府會繼續聯同證監會同埋金融管理局以及港交所，繼續對市場情況採取全天候聯動式跨市場嘅密切監察，保持高度警惕，嚴防金融風險。未來一段時間，美國關稅措施將無可避免咁增加市場嘅波動，各國嘅反制措施以至各個主要嘅央行嘅利率政策走向，都會引發更為波動嘅資金嘅流動。我哋呼籲市民喺投資嘅時候做好風險管理，量力而為。